先让它可以转，不然等下大家闷。后面后面是空调。对啊。出导，那我经文念一念就好。对。对啊，那个。我还去查那个溃，他写溃，我说是气吗？不是吧？我溃也刚刚。我知道是更小，可是讲更小怪怪的。无愧的功，没对啊，很怪，很奇怪，对不对？没更小。无更小。哦，无更小，无更小的讲。前往李春生纪念报主持小会。西瓜练习。上帝啊，求你保护我，因为我靠你。我会定啊，你捌对耶和华讲，你是我的主，你以外我无福气。论到地上神的美事，你是极其好，是我亲手所欢喜的。因别的神疼我耶和华的，伊的忧苦要哪加添，要哪加添。因献殿开的祭，我无要献。我的嘴唇也袂提起伊的名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甲我背中的婚约。我所应得的，你甲我告受。提摩太，定期来看一下有没有问题，可能半年啊、3个月来看一下，巡一下这样子。我还难得很少看到直接整个都盖到那么满。对他，我刚刚就在移啊，发现他就盖这么满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我刚那边瞧，我以为它可以动，他发现它就是这么满。你怎么动它，它就是这么满。一直弄下面你会受不了的。对，很冷，而且它会这样，它会直接吹，它风很大呢。固定往上。风很大呢。然后风向。这个尽量往那边吹。哦，好。对吧？一样吧，同一台，看起来同一台，长一样。不一样不一样，下面这多一层灰色的。风向固定。它一直在动。那边那关。
这个吹这边的，这个叶片我知道，我让它跑。我觉得是可能制造的时间，你知道那个制造厂商每一年制造的时候，他们品质有时候，他可能最近品质不是很好，制造的时候乱制造，都买这样，所以品管很重要，就是这样子啊。不是啊，那个谁，大同电锅就太滥用了，公司才会倒啊。品管用太好，品管太好才会倒啊，现在设计都不能让你太好啊。Apple 也是品管不能太好。这就是麻烦。我觉得品管好一点，然后不会，然后价格高一点，然后保护给久一点。现在慢慢不会有这种东西出现。消耗品，不然它就便宜一点，那我们一次换。它的线路就可以烧掉。怎么又动？他跟你说，遥控器是好看的，我是固定的。眼睛那么好，用这个？是哦，大家都会开呀，我不会开。有了，要开了，看一下，然后。真的，我都没有在开耶。我懂，等我开你就知道了。等我开你就知道，我也看不太到。哦，对的，因为它只有一个圆圈。然后一定会的，一定会对来对去。买这个东西。太大就会占空间，挡到私会的人。哦，有时候头大一点。那感觉这样子啊，我们申请经费，直接上面18来，直接个直接万众瞩目18来。对啊。哦，很热呢，我家旁边那个就是。注目看你，来款介你。花无算又多，伊的心无干燥。煮来做伊干净。
真准备式。没错，不会不会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今日来到圣殿来敬拜上帝。咱今摆来看，今日要串联的诗歌，第一条是482首，482首为主来做伊干净。这咱拢真实啦。咱来因第一节甲第二节。为主来做。
二首，第二首是第249首 A 调，249首 A 调，原主春日信手，咱来因第1节甲第2节。咱即马闭眼睛来准备礼拜，咱将咱的手机关机，也会调做震动。
上帝啊，求你保护我，因为我靠你。我的灵啊，你要对耶和华讲，你是我的主，你以外我无福气。论到对上信的百姓，因是极其好，是我所深深欢喜的。因别个神替我耶和华的，伊的忧苦要哪加添？因献电费的债，我无要献。我的喙唇也毋提起伊的名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甲我田中的分业。我所一定的，伊甲我固守。吟诗482首，信诗482首，为主来做因干净，请会众起立。咱犹原徛立，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请，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丢比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，埋葬，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，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面，伊要对遐落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公堂的教会，信道的相通，罪的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启文第9篇。启文第9篇，我来读，大家来引。过失得到赦免，罪过得到掠砍的，
这人有好气，耶和华无算伊有罪，伊的心无奸诈的。这人有好气，我静静的时，我的骨头孤单。因为我同志大声吼，我对你排列我的罪过。无允望我的罪恶。我讲，我要对耶和华承认我的过失，你就赦免我犯我的罪，因为安尼，岂那虔诚的人，伫通找着你的时，就祈祷你。大水泛滥的时，的确无到伊遐。你是我闪避的所在，你要庇佑我脱离艰苦，你要用得救的歌性命为我。我要教示你，只是你应该行的路。我要足目看你来款待你，毋通亲像马，如你甲我伫用马甲狗要勒索约束伊。若无，伊就无我骨力。歹人受侪侪苦难，独独外口耶和华的人，要有自爱性命为伊。恁义人啊，着因耶和华来欢喜快乐。心正直的人啊，恁着出欢喜的声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伊是掌管一切的上帝。世间万物拢是你所赏赐，阮的脚步也是你所定着。求你帮助阮，为看见你的美伴，互阮伫生活中顺探你的旨意。伫所经过的路，拢有你的同在。恳求你使阮有即款的信心，愿意将家己的性命交托予你，互阮有真正的平安来跟对你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你的话是阮脚前的灯，要引带阮人生的方向。阮若愿意顺探你的话，就要承受你所应允的。我要降服你对阮的教示，赢过听探人的心思意念。求你帮助阮行出你的话，互阮有属天的智慧来亲近你，伫生活中经历你的同在，得到你所赐的困难，珍惜陪伴。阮的性命拢彰显你的荣耀。阮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学老信歌队所要学老的诗歌是：我要尽一生服侍主。
今日的圣经是记载伫提摩太后书第3章第10节到17节。提摩太后书第3章第10节到17节。伫今日的周报下面嘛有今日的经文，我来读。独你有顺谈我的教示，品行、志向、信靠、宽容、仁爱、吞忍，甲遮的困毒以及苦难。也知我伫安提阿、以哥念、罗斯迪所拄着啥物事，以及啥物困毒，总是叫我脱离。搁记若爱着踮伫基督耶稣健全来过日的，要受困毒。独歹人甲拍屁人的，要哪久哪歹；要害人，家己也受袂害。若是你着常常带伫所学习、所深信遐个事，因为知是对啥物人学的，也知你对细汉以及捌遐个圣册，就是为互你有智慧，对信基督耶稣来得着救的。既若互上帝密实的经，也有利益伫教师、伫组织，互人归正，引带人学义理，互服侍上帝的人练达，便便来行隆重的好事。圣经读到遮。讲道，请林杰牧师讲道的题目是“无愧的工人”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应该大家感觉无真平安吼。咱的冷气吼，一边吼3楼吼，甲2楼后壁歹去。早起来吼，只3台吼，可能无2暝吼。即摆你从是送风啊尔吼，所以牧师请吼。信歌队的队员会使互相会使可以脱掉，你们这样太热了啦，来脱掉。有穿外套的吼，牧师这是风啊尔吼，牧师赶快跟你们一起受苦啊。后来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天父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阮一心要服侍你。主，阮感谢你伫万人中间来竞选阮真侪你的囝儿。而且信仰的旅程无简单，有欢喜，但是较侪的时间是有忧愁，甚至是艰苦。但是阮知。祝你永生的愿望帮助阮，掠着你。你的话也真做阮随时会帮助甲开力。阮今仔日透过提摩太后书，搁一遍来鼓励阮所有兄弟姊妹，安尼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提摩太前书甲后书。还个提多书，会使讲叫做教牧书信。顾名思义，就是帮人传教者，要怎样带领教会，以及咱讲教会要怎样运作。教会是甚物？对人来角度来看，教会是一群人聚集的所在；但是对上帝角度来看，就是无共款。伫上帝的角度来看是。透过上帝，咱有法度来教会是上帝呼召咱。兄弟姊妹，毋是你有法度家己来教会。牧师伫33岁进前，教会一遍都毋捌你过。你教会中大的兄弟姊妹一定没办法想象，那有可能这款代志，没有人有去过教会，假是。甚至咱即摆有95%咱台湾，毋是认捌上帝。所以是教会是上帝呼召咱人，是上帝主动，人被咱人毋是主动的，并且教会是超越时间空间的教会。咱以前咱真拍拼，为了咱教会去做教会，咱咧努力，但是伫咱的这个世代，不一定会看到成果。咱创办的黄大典牧师。伊看袂到建成教会即摆是起6楼啊，
侪信仰前辈嘛是安尼，因的时代努力打拼，但是离咱教会离咱这个时代开花结果。因为人有时间的限制，但是上帝教会无受限制。另外有神学家加里文嘛咧讲，教会看做是咱母亲同款。教会让他怀孕、生囡仔、饲、关怀，引领信徒的妈妈同款。所以信徒应该伫教会这个学校一世人来学习，无管拄着什么问题，你毋通走。拄啊学习要开始的，你就走。因为教会咱的妈妈，所以咱当看到教会因为世俗化的关系，还是其他什么问题的关系，产生冲突，咱的这个教会，咱这个妈妈一定会非常的着急。今仔日经文提摩太后书的背景同款，爱面对假的教师对教会的攻击，因有缘传讲遐似是而非的福音，你看有敬虔的外貌，却互侪的信徒的信仰来偏差，甚至来绊倒。信徒离开真理，哪来哪远？信徒无法度彼此相听，反倒互相来攻击。这时，写提摩太后书甲写提摩太前书的保罗无共款啦。写提摩太后书的时阵，保罗互关起啊。所以保罗互关的时阵，听到以弗所教会发生的问题，伊非常的着急，心内真着急。就继续写批来鼓励这个少年的传教者提摩太。你虽然少年，但是有一寡代志你要看好清楚。就是即摆教会发生的代志，就是末日的时间到，就是末日的时间已经到了。记得今仔日咱的圣经来，咱头前的圣经看者吼，末日咱今日读的圣经在内底。在我们今天的圣经新约圣经235页，新约圣经235页哈大家会小翻一下吼，牧师用华语来读，用华语来读吼。提摩太后书第3章1到5节，大的标题就是末世的人性。第1节，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，因为那个时候人要专顾自己，贪爱钱财，自夸、狂傲、谤赌、毁谤，违背父母，忘恩负义，心不圣洁，没有亲情，不洁业，好说谗言，不能自己约束，性情凶暴，不爱良善，卖主卖友，任意妄为，自高自大，爱厌乐，不爱上帝，有敬虔的外貌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，这等人你要躲开。当牧师你读这19项无咧发生的状况的时阵，咱是毋感觉目前21世纪，伫咱生活中不断伫咱的世界就出现有这款的情形，敢毋是呢？但是提摩太保罗讲的是迄阵教会内底发生的代志哦。你讲教会哪有可能发生安尼的代志？有哦。也是安尼，咱对未来检测的忧愁、担心、惊吓吗？咱所以爱的台湾，如今真做世界公认的诈骗王国啊！昨报纸嘛，新闻有咧讲，一人去银行，讲要把定存解掉，40万，还好那个行员很机灵，跟他讲，哇，你看，接到一个电话，传真，然后打过去，过视讯。迄人个做这警察咯，穿警察的衣服哦，然后跟他讲哦，你看，诈骗的方式，哇，一直翻新啊，一直翻新。物价年年高涨，咱的厝，唔是要大，是有真侪人咧差厝，人甲人之间的关系愈来愈疏远，
复杂、自私。信用这两字，伫咱长辈伊迄个时代是一诺千金啊。但是即摆信用这两字，你即摆现在无一定有值钱。咱会看到真侪亲人互相为了财产吵来吵去，手足抬来抬去。这背后呈现的，就是咱人的人性的贪婪、骄傲，甲人性的软弱、软弱。当家己的利益有关系的时阵，什么代志拢做会当出来。伫教会内，顶礼拜牧师嘛有讲到，世俗价值观甲成功神学加倍进入咱的教会内，互基督的真理让基督的真理被稀释了，甚至简化基督的信用。直到有心的人，经伊个爱讲的。爱信的、爱听的，这嘛是保罗提起提摩太所讲的，遐有敬虔的外貌，因背了敬虔的本质啊。这款人爱离开哦。咱含在你批示内底，保罗讲叫你爱离开，意思你参这款人，咱讲啦，诈骗集团一接无电话，你就知影伊是诈骗的。你就爱管挂掉，你毋知影，我来试看卖，谁较厉害？咱毋通参与试，你无像伊遮厉害。保罗讲的嘛是，你提摩太，你也看到即款的人，你爱避开，因为迄个人拢吸引你，伊拢真有讲话。而且现在讲的，他们可能是很有名的大的牧者，真有名声的名人。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经文，提摩太后书3章第10节。提摩太后书3章第10节。咱看周报后壁面吼，周报后壁面。来，咱做伙来读写。独独你有顺探我的教示，品行、志向、信靠、宽容、仁爱、吞忍。甲遮个困局以及苦难，先读到遮吼。保罗搁一遍提醒提摩太，伊甲迄假教师所领受的真理是无共款的。咱真容易互外在一寡行为模式动摇咱的心，毋是无需你批评、而且咱你看，咱去参加遐特会、特会。咱希望咱会边去特会的时阵，就互上帝来医治。咱看到外在迄个成功、快速、华丽，迄物件咱真新鲜，迄会动摇咱的心。保罗要种提摩太的胆，爱坚持掉，坚持哪？你甲迄假的教师，领受的是无共款的。迄当时保罗亲自伫拄则牧师讲的，伊做模样，互提摩太看。望提摩太真做一个身教重于言教的传教者，以身作则啊！毋通伫台顶讲一套，伫下骹阁做一套。这段经文14节到17节，14节到17节，咱来读上帝话吼，来，咱来小读一下吼，14节到17节，咱大声读起来吼。较袂感觉即摆真热，吼来，请来。若是你着长长待伫所学习、所深深遐的事，因为知是对什么人学的，也知你对细汉已经捌遐的性切，就是会互你有智慧，对信基督耶稣来得到救的。既然互上帝牧师的经。也有利益伫教示、伫督责，互人归正，因带人学义理，互服侍上帝人练达，便便来行隆重的好事。这段经文互咱看到提摩太继续提起，保罗继续提起提摩太，毋通袂记的。其实嘛是你提醒咱。伫咱信仰的旅程的中间，军队对的人甲环境真重要。
军说对的人甲环境真重要，以及爱读圣经啊。有真侪人爱参加特会、参加活动，但是伊无爱读圣经。他说是听二手讲的，听三手讲的。有第一手的，咱哪会无想要去敲出第一手的？圣经灵修，甚至爱啦，信仰啥爱实践出来。这是非常的重要，毋是拄仔牧师讲，看人有真水的外在，有真好讲话的话。只有学习敬虔的信仰前辈，咱咧一代一代，互上帝话口法度引出咱，去做咱的教会，最有生命的见证。做伙看来看今仔日的经文11节，11节吼嘛是保罗咧讲伊，伫真多所在，伊拢为了福音受着苦难。来，咱来读11节来请。也知我伫安提阿、以哥念、落实伫所拄着的什么事，甲所什么困局，总是主拢救我脱离。什么事就是苦难。常常咱咧讲福音是什么？到底福音好消息是什么？是使我欠钱啊，唔免还的耶稣吗？还是信对世界转变、包装，成做人以爱有应功的生命吗？追求表面的成功、幸福、医治、满足家己的福音吗？这款的福音就是保罗强调有敬虔的外貌，却无敬虔的实质。安尼教会甲信徒，或者讲伫目前咱的教会界愈来愈多，你看袂当出来哦。伊共款有去教会礼拜，有祈祷，有服侍，甚至伊担任真侪重要的职位。但伊信的上帝无一定甲保罗所传钉伫十字架顶，迄位耶稣是同一位啊。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2节，保罗讲：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2节，保罗讲：我决定伫你中间，我什么拢毋讲，只有要讲耶稣基督甲钉伫十字架的代志。军队什么人做什么代志是非常的重要。哥林多前书第1章18节，保罗嘛讲：十字架这个代志，对海行灭亡的人是无枉的代志，但是对得救的人是上帝的大快乐啦。毋知对于什么代志来开始，基督教对十字架的信息，和某一寡有偏差的影响的人的忽视，被某一些偏差有影响力的人忽视掉，甚至你传讲的时阵，伊拢无要讲十字架这项代志。在座兄弟姊妹，咱应该拢有同款的信仰。伫咱信仰的路程的中间，咱会经历甲耶稣共死。什么叫甲耶稣共死？咱常常是走投无路，较来找耶稣，敢毋是？咱甚至嘛信仰的过程中间，咱嘛上帝你调整咱的时阵，咱的身心灵嘛，应该有真大的挣扎。甚至咱信耶稣啊，共款咱伫身躯病痛顶面，互咱因啥强要放弃、失去希望，敢毋是？但是然后呢，咱会阁经历甲耶稣同国活，那种的雨过天晴啊，赢过苦难，有真平安喜乐，凡事感恩，敢毋是？一早起，6点左右，怡君就传赖互牧师，咱陈昭明姐姐怡君，
拄啊开一个真大的刀，真大的刀。因牧师，我毋知影我这镜头原来有一个10几公分的癌物件伫我腹肚内底，10几公分啊，怪不得我很艰苦。但是伊感谢主，伊用伊即摆感觉真好，佫会来佫出去安尼行一下，小行一下。伫苦难的时阵，咱真艰苦，但是有耶稣陪咱的时，咱会经过迄十字架的痛苦了后，咱知过我做回我。十字架顶的苦难绝对毋是见笑、无亏咱的记号，反正帮助咱兄弟姊妹真正徛起来。保罗为着宣扬迄个耶稣基督的福音，伊一世人毋知受偌济的苦难，甚至差一点死去。但是咱知影，伊最后嘛是死去。保罗是安尼，巴瓦尼宣教师、马盖博士嘛是安尼。咱侪咱的前辈，因伫起做教会的过程中间，嘛是真艰苦，嘛是真艰苦。今日最后一节经文12节。最后一节经文12节，咱做伙来读。最后一节经文12节，来请，我敬爱，叫你恁爱得到踮伫基督耶稣敬虔来过日会受困局。大家华语说，其实意思说，凡立志在耶稣基督里面敬虔过日子的信徒，一定会受迫害啦。保罗讲的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原则，属灵的原则。顶礼拜牧师有讲到，咱要对上帝敬虔的时阵，咱啊不断操练啊。基督的信仰不是你幸福吗？你快乐吗？不是这简单，信仰无这简单，是需要不断的信仰流程来操练。操练时啊，咱讲好，咱讲运动员啊，还是阿兵哥要操练的时阵，体能的操练，迄训练伫大太阳底下咧。爱徛好，流目屎、流汗，迄毋若囡仔体力、心智顶面的训练，迄是真艰苦，真艰苦。这边咱篮球，台湾的篮球吼，真热烈吼，真侪人拢知影林书豪吼，林书豪吼，林书豪，我刚有看伊访问吼，伊可能即个拍了就无要搁拍，伊讲毋是考虑家己。是考虑厝的人，因为呐，伊逐摆拍拢咧受伤，伊的年纪也较大，为了如果要搁拍，伊要搁不断，逐工操练，逐工复健师，逐工咧帮伊，咧整理伊的身躯，拢真疼，安尼训练，为着要上场拍球。兄弟姊妹，咱的信仰嘛是安尼，基督徒每一工拢咧上帝拢咧操练咱。拢你不断地操练咱领受迄痛苦，所以保罗最后提醒提摩太要有心理准备，团主的福音一定会受迫害，因为要真做伫上帝面前经过考验，叫做无愧的工人，咱台语叫做无见效的工人，你一定爱有上帝话你来讲，毋是你想要讲什么，你就讲什么。你嘛袂使参罪恶，有罪爱离开罪，所以要互上帝欢喜的真的信徒，一定会受迫害，真是有真大的艰苦。因为咱想要伫地上敬虔独立，每一天咱来对上帝来负责任的信仰的生活。怎讲呢？咱要有信仰的生活的时阵，咱的生活是哪？是伫互基督伫咱的内底来活。咱甲上帝相结连，我们让上帝活在我们的心里面，我们按照上帝的旨意来带领我们每一天，毋是咱要照生活。安尼，甲咱家己本身是有冲突的。安尼，甲咱有冲突。各位兄弟。当咱愿意安尼行的时阵，一定会受苦。你也感觉你这摆基督徒做过啊真欢喜，
今仔日等的咱有新学生，咱会甲恁介绍。这新学生7月份，咱真久无新生新学生啊，因为有2个牧师来啊嘛。咱有咱的儿童主日学，咱有新生新学生。对下来牧师你也介绍咱教会怎么的状况，讲阮的爱餐，咱有一寡料理的一组，礼拜一组，善后搁一组。我讲为什么要安尼？就是要操练每一个信徒啊！你毋免今仔迄洗鼎洗哪，迄嘛是在恁操练咯。有个人离厝毋捌咧洗哦，但是咱来，迄是一个小事呢，都拢爱互相操练。操练你就爱伫咧半时间，所以一定会受苦，因为你可能无爱做。你即个兄弟姊妹你忝袂落，但是你爱去甲忝。甚至你无想要做的代志，你嘛爱去做。我会记得我较早做长老的时阵，有一遍一个会友过身，我接到通知，讲你更新医院往生室，全部长老拢爱来，我牧师找阮招，阮长老吼，我一去惊一个，迄是我第一遍，迄个往生的规身躯拢脱了，倒伫遐，我坐伫遐我惊一个，迄是牧师，我是第一遍，咱看往生死的人，我第一遍。但是牧师叫啦，咱做长老，咱嘛是爱坐伫遐，就坐伫伊边仔。迄阵我真紧张。但是咱嘛是爱去做，这是上帝对咱兄弟姊妹，咱每一个人的呼召。无管咱即摆参与啥物服侍，迄拢是上帝对咱的呼召。教会绝对毋是俱乐部，吃喝活动，交朋友，爱来就来，无爱来就无爱来。教会绝对毋是拍卖市场。信仰绝对不是廉价的商品去推销，唔免推销。咱的信用唔免去宣传，唔练。我们不用去发宣传单。上帝会家己敬人，上帝是属灵向传照讲，在使徒行传，互咱的怎样讲？当咱教会咱彼此相听的时阵，伊会将人带来教会。我即摆想，我伫20几年。我哋传一个会去民权教会，因为迄阵的民权教非常的彼此相听。我迄个年纪的真少，有几人咱看咱教会无因但是上帝真趣味，伊一遍就去就是我参知梅牧师跟子怡子群因遐小学，一次儿童主日学就多2个人了。咱的青年无要生，毋是安尼，上帝拢有奇妙的作为。教会佫较毋是随波逐流的所在，随着世界价值观、机会主义来起造咱的教会。有教会历史以来，教会常常受到这个世界的挑战、较迫害。21世纪的教会内外的问题佫较严重，有时嘛，互咱感觉真紧张。但证明，佫较迫害。这2000多年来的教会，悠然得到平安，不但平安，并且佫离佫教会，佫较起造真多教会。原因是甚物？上帝的教会，上帝会家己保守，并且有最忠心敬虔的，咱的信仰前辈，咱讲无见效的这信徒，无愧的这些工人，因看到教会，互咱看到教会悠然徛在，这互咱有真大的望甲鼓励。建成教会今年已经几年？来，大家出声者吼，咱问者吼，问者吼，讲毋对吼，咱爱参袂在遮哦。今年70几年，70几年，70几年。无人敢哟，75年，哎呀，这暗示恁佫毋敢讲。是咱最的亲人甲咱过去信仰的前辈，因付出极大的心力甲性命来起造，献时间，献金钱。两位牧师离遮已经第7年，伫咱过去的时阵，差不多每一年
有咱四个兄弟姊妹，互上帝接走。安尼看起来，嘛已经有20几个哦。大家讲有遮多吗？就是有遮多。咱虽然毋敢，但是咱知影，咱人的性命是有限制。在座的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拢会互上帝接走，只是有人的时间无共款。但最重要是，咱是毋是真做一个无见效的工人？我们是不是成为一个无愧的一个工人啊？咱有敬虔尽忠服侍上帝无？咱有伫咱的信仰团队，咱有吞忍无？咱毋是逐摆真做着，你要参人，我要怎样，我要怎样，参人无好斗阵。咱有彼此相听，咱有尽忠来服侍主，咱有真做兄弟姊妹好的模样无？牧师伫这7年的时间，拢有听有人讲啊，过去某长老、某人，因的信仰真好，因有关心人，伊是敬畏上帝、疼兄弟姊妹的人。咱知影信仰是一代搁接一代，常常用咱想袂到的方式去宣扬。咱在座。可能嘛有人毋知影，咱创立教会的牧师叫做黄乐典牧师。你知影咱社区的人知毋知？来，我问你，牧师在你考一下吼。恁感觉咱在社区吼，社区方圆吼100公尺人知影黄乐典牧师无？大家摇头吼，我甲你讲吼，咱的后壁面吼，后面的巷子有一间柑仔店，唯一的一间柑仔店哦。啊，我就去遐买鸡蛋。我就参与开讲，我是对面教会的牧师，因为我知影建成教会我知影，迄牧师黄乐典，我讲你几岁？伊80岁，伊今年80。啊，我你哪咧开柑仔店？啊，电拄根，啊无代志就卖一寡物件，柑仔店。当牧师听的时阵，我很震撼，你也毋知，因为较早遮拢无物件时，就是恁教会安尼。这边没有东西的时候，就只有教会哦，因为咱70多年了，只有教会。最后，咱知影，咱最近咱有2位咱敬听的姐妹，咱金子姐甲静茹姐，互上帝接走。我知影，咱非常的毋甘。牧师，你陪伴的过程中间，嘛是无遐简单。但是牧师伫因的身上看到因为敬畏上帝、疼兄弟姊妹，诚做真人信仰的典范。因嘛是一心尽忠，诚做无见效的工人，敢毋是？咱同心来祈祷。天父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。感谢你，逐世代呼召你的正经儿来到你教会。主，阮知有时阮的亏力有限，有时阮拢想阮家己较侪。愿主你的信心帮助扶持阮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互阮更加了解，伫短短即个世间的年的时间内面。主，你对阮的使命、对阮的呼召是甚物？互阮知影。无管伫偌艰难困苦的中间，主，你互阮国教也会吞忍。阮知影，主，你毋是要用外表好的物件来竞争你，毋是。你要搁用世间人感觉真见笑、看袂起的这物件来见证。主，你是大权人的主，愿主赐阮祝福，阮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安尼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回应是信息249首 A 调，信息249首 A 调，愿主存你信手，请会众起立。
请坐。奉献，咱请书献的同工。请起立唱奉献诗。请坐。公道，请掀开周报内页。公道事项教会意向，新传正信徒，万民皆祭司，让读经祈祷，委身服侍，彼此相贴。第一点，愿圣神颁奖咱真侪无见效的工人。伫困顿以及苦难中，犹原旨意踮伫基督耶稣敬虔来过日。第二点，为着肢体，陈王兰、洪甘之、陈德敏、刘秋敏、庄宝玉、陈丽水、刘淑珍、谢丽慧、赖胜雄、胡义梅、杜昭、陈秀龙、徐章美、郭仁吉、林文成、尹以洛、刘慧忠、李碧莲、张宏龙、萧煌信、李雅娜、陈怡君、郭道博、周健，我们继续为他们来祷告。第三点，为了台湾民主现境的体制，会发生实，愿主的智慧甲公义的权能护佑台湾。第四点，为着世界各地冲突甲战争来祈祷，愿所有失丧的人拢会通进入避难所，看见基督来的愿望。咱即马同心来为公道事项甲讲道的内容来祈祷。
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你用慈爱引带阮头前的路，互阮得到你的保护甲带领。阮即马将阮的需要交托给你，来经验你丰盛的恩典的祝福。求你带阮无进入黑暗，帮助阮时时行伫你的光明中。无论要往倒位去，拢有你甲阮同行。若有你甲阮同行，阮就无惊灾害。软弱的时，你互阮重新得到气力。无论年近顺近，阮拢要仰望你，一心跟对你来得到永远的愿望。即时，阮嘛要用主祷文安尼祈祷讲：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莫伫带阮入地市，救我遐哩歹的，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报告：教会消息第1点，本主日中午，姊妹牧师要前往李春生纪念教会主持小会。第2点，本会台湾实学院研究学院申请的实学生黄胜祥，伫7月开始赴任，主职儿童主日学。感谢主的引领，愿阮的儿童宗教育会当继续加添。好，我们咱拍扑啊，欢迎这个新学生来台顶。入要介绍伊进行吼，牧师爱讲者吼，信仰拢一代一代咧传承。咱即摆现代黄大典牧师甲因阿公认识，因阿公是咱建成教的第一个新学生，第一位新学生。吼，咱看牧师看历史里面，伊是第一位。伊有法度来遮嘛是真奇妙的方式走来，吼，方式走来。咱看咱一寡信仰前辈吼，咱上90以上的咱的长辈在徛起来一爿，中90岁来，90岁吼，咱双遥兄弟顶面啦吼，德明吼，雪英姐吼，五楼张老宁吼，这拢要吼，咱拍扑者吼。牧师即站有真大的感受吼，咱有法度有气力来甲教会做礼拜是上大真大恩典。恁徛伫遮来做礼拜，就是互咱后一辈真大的生命的见证，吼。伊嘛是安尼吼，伊是黄显光牧师的后生，吼。黄显光牧师大家嘛拢很熟吼，因为上帝好调，伊嘛去放下工作，去读新学院。咱对7月1号要来咱教会儿童主日学，来咱斗3工。本社这种是信心的引带，有一工照明。照明早志梅牧师田信用，那应该是儿童主日学也在看着神学生。我看志梅牧师嘛，你想神学生学校派到底是来合不合适？跟安尼你打退堂鼓的时阵，有一工阮拢拜三，拢去新学院，搭一寡学生灵性养成嘛中昼食饭的时阵，伊就突然间走来。突然间走来，问两个讲一个，我们平常其实很少讲话。我跟他的主任不是主任，跟他们的牧师许夏斌牧师一起龙兴教会许夏斌牧师比较熟。他一个给从安尼走来，因为他平常看到我就好像看到父亲一样，他也不敢他跟子怡差不多年纪差不多年纪看到我，他志梅牧师应该会惊啦迄刚家己走来，意思就是讲要来咱家实习，可以一个地方实习吗？原来现在3年级可以自己找，自己感觉那我上帝就感动伊来看建成教会。我像志梅牧师迄阵拢，哇，上帝真正是我的上帝。我你想要打退堂鼓的时阵，
姊妹不是因为写很长的一段要跟赵明讲因为怎么样要退堂鼓了，上帝用奇妙的方式，你跟大家问好一下，哎呀，大家平安。不要让人家小看你，是一群人少年哦，但是已经结婚啦，还有一个囝，有一个囝，有一个囝，唔将耽误大家身体时间，先大家安尼连拜一下，好不？来，谢谢。我继续来报告。教会消息第3点，本主日下晡4点到后礼拜一，2位牧师参加中区牧者的退休会，地点伫三芝的安阳中心。第4点，请各团契会长提交第3届的复赛班表予干事会诊。第5点，6月18号礼拜二，如此晴空有限公司伫本栋1楼交易厅进行2手义卖。义卖所得扣除相关成本后，悉数奉献给教会当宣教基金。那详细已经张贴在公布栏，欢迎共襄盛举。第6点，6月29到30号，本会主办中职同工退休会，地点伫新竹的圣经学院。该主日邀请纪元安牧师进道，愿主保守祝福。团契消息，第1点，6月19号礼拜3，上午10点，双年团契伫1楼聚会，诗歌练习。第2点，6月21号拜五上午10点，双年团契伫4楼聚会，主理是易吉牧师。集体消息，郭黄静茹姐妹伫6月22号拜六上午9点伫台北市第2殡仪馆景行厅1楼至中视厅举行告别礼拜，火化后安葬伫金山的平安园。要参加告别礼拜甲安葬礼拜的，到柜台登记。愿主安慰遗族。第2点，陈金子姐妹伫6月10号安享主怀，享年100岁。伫6月26号礼拜3上午，伫台北市第2殡仪馆的景仰2楼至善视厅举行告别礼拜。火化后安葬于福音山。欲参加告别礼拜跟安葬礼拜的，请到柜台登记。也愿主安慰遗嘱。奉献免客，家己看有毋对的，到1楼甲干事跟进。上映信息508首，信息508首，天下万邦万国万民，请会众起立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疼痛、信心的帮助甲扶持，帮助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成做一个无见效的工人，互咱每一天温群读圣经，温群来疼兄弟姊妹，参受疼家己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。请坐。
米豆必回。前面只有这台，只有这台可以，其他都不行。所以其实整个2楼是对啊，那个好像不照明，应该也有。这边是。